我係呢個計劃信跑嘅教練黃聰。我開始呢一個計劃係希望俾到一個平台，啲青少年咧可以有個聚腳點啦，係幫佢哋喺個日常嘅學業入邊咧，可以係放學嚟參加一個免費嘅訓練班，等佢哋舒緩學習壓力，亦都希望俾佢哋可以喺運動表現上面提升。可唔可以條水講交棒？咁嚟到今日咧係信跑嘅最後一堂。喺今日年度咧，我哋開設咗76堂嘅，係有81個9至到23歲嘅青少年報名，而佢哋平均出席率咧係達到22堂嘅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理想嘅出席嘅成績啦。首先，我覺得呢個信跑班啦，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幫到好多人達到佢自己目標咯。即係呢度有路跑啦，有運動場，有越野跑，咁就可以俾多啲唔同嘅人去選擇自己中意跑啲乜嘢啊，同埋咩心態去跑步咯。我最開心嘅事就係識到幾個朋友仔，仲組成咗個家庭，就係咁。組成咗個家庭？係咪即係兄弟睇兄弟姊妹？我中意嚟信跑呢度跑步嘅原因咧，係因為咧，我覺得可以識到更加多嘅唔同嘅朋友啦。參加呢個跑班都好開心，可以識到佢。所以跑我都好開心識到佢。我之後都會繼續參加信跑㗎。嚟到最後一堂咧，我哋喺葵涌運動場進行一個接力比賽，同學仔無懼風雨喺度進行一個接力比賽啊，係見到非常之熱血刺激，亦都展現咗呢一年嘅訓練成果。好，嚟預備，3、2、1，落波！